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4号。这一期啊，咱们不聊胡适啊，聊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这次啊又震怒了，为什么震怒呢？就为这个特朗普啊把马杜罗抓走了。胡锡进老师啊从最初的震惊啊已经缓过来了，现在变成震怒。当然了，这个事刚发生的时候，胡锡进老师啊他是不相信的，带有怀疑啊，认为这就是美西方媒体啊造谣。关于这个马杜罗啊被美国三角洲部队啊从那个被窝里抓出来，穿着睡衣啊被送到美国。胡锡进老师啊发了很多评论，从胡锡进老师这么多评论里面也可以看出啊，胡锡进老师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呢。3号下午大概5点不到的时候啊，胡锡进老师就发了个帖子，他说啊，特朗普最新发帖声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夫人已经被抓获并遣送出境，意思是已经被送往美国。真如此，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不堪一击程度也是创了现代战争的记录，简直滑稽呀！他转发了特朗普的那个帖子啊，在这个之前啊，胡锡进老师他发了一个微博说轰炸入侵特朗普委内瑞拉，也非常简短啊，表明这个对胡锡进老师来说，这个一个是事情非常紧急，第二个很震惊。所以他就用了轰炸打了个感叹号，然后入侵打了个感叹号，特朗普感叹号，然后是委内瑞拉感叹号。胡锡进老师说啊，以为他为了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会有所顾忌，天真了。看看人类的丰富语言将怎样描述这场战争。然后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他还点名啊，马克龙、莫尔茨、斯塔默、冯德莱恩，你们都出来走两步，很有意思啊。这胡锡进老师首先啊吓坏了，或者叫震惊吧，对吧？这个特朗普居然入侵委内瑞拉，然后他点名让这个欧洲这西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出来走两步，你给解释解释发生什么了。这是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啊，胡锡进老师的态度。2个小时以后啊，实际上那个时候网上就大量的照片视频已经出来了，但是特朗普还没有开记者招待会。那胡锡进老师啊看着网上这些照片啊，就是马杜罗那个穿着睡衣啊，还有视频啊，这个是上那个直升机的视频，胡锡进老师又发出评论啊，他说越来越多的信息指向马杜罗已被美军抓获并被送往美国。网上流传的这张照片被包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引用，但它的真实性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啊还是不太相信战争就结束了，前面那么紧张，对吧？还让这个冯德莱恩、莫尔茨出来走两步，让马克龙，对吧？让这个斯塔默点评，结果这就结束了。胡锡进老师他不相信啊，他说啊，委内瑞拉国土面积91.64万平方米，人口2800万，常备军约20万人，居然被美国用短暂的突击和入侵打了个措手不及，总统被美军掳走。如果事实如此，堪称是委内瑞拉的耻辱，这个国家的拉胯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马杜罗的抵抗能力可比卡扎菲、萨达姆、塔利班领导人都差多了。你看啊，这胡锡进老师这个是安了个什么心呢？也很有意思啊，他是本能的啊。首先第一个，他把那个委内瑞拉政权，对吧？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这个政体，他等同委内瑞拉，这是他犯的第一个，他是这个错误啊，是刻在他基因里面的。他以为在他的语境里面他是混淆的，认为这都是一码事啊，都是一个。实际上是你是你，我是我，对吧？你马杜罗是马杜罗，你马杜罗你这一套政权是你跟委内瑞拉没什么关系。说不好听点啊，人马杜罗你这一套人马这个政权是寄生在委内瑞拉身上，寄生虫，对吧？你寄生虫不行，你怪这个什么素体是吧？不强壮，血不够多，不够你喝的是吗？他第二个错误啊，或者就是他的惯性啊，就是他把马杜罗自然的啊和卡扎菲、萨达姆、塔利班领导人给他等同，那这些人这下场都不太好啊。卡扎菲对吧已经嘎了，萨达姆嘎了，关键是啊这个马杜罗现在到美国，他的生命他的人权反而得到保障，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啊，对吧？享受美国这个低保，对吧？在牢房里面估计啊也要监禁他100年或者几十年，不会，对吧？像某些国家让他中毒，让他高坠。这么一比，马杜罗啊比卡扎菲比萨达姆的可好。胡锡进老师接着说啊，他说看到英国天空新闻刚发的一个报道称，为反对派内部人士认为马杜罗被捕属于协商退场，消息一
一时无法证实。到老胡发这篇稿时，俄罗斯外交部、哥伦比亚和古巴领导人谴责了美国的行动，其他世界领导人尚未对美军的行动表态。美军的行动啊，实际上也是个照妖镜呐，也照出了，对吧？谁紧张，谁不紧张？最先跳出来谴责的那波人啊，肯定是紧张。谴责美国行动的这些国家也叫紧张，这些国家的这个政权啊，这是胡锡进老师啊发的第3个评论。那第4个评论呢，胡锡进老师这发的就是长篇大论了。这个时候啊，已经差不多确认了啊，就是胡锡进老师认为啊，这个马杜罗是被美国人抓走了，所以他评论啊，美国军队3日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除了轰炸军事设施，还成功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突然发动的入侵震动了世界。而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将马杜罗抓获，更是震惊了国际舆论。胡锡进老师再次重申啊，说委内瑞拉在拉美不算是小国家，它有91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800万人口，常备军多达20万人。他后面又写到啊，说这个美国突袭就像是对付格陵兰岛，几乎没遇到抵抗。委内瑞拉成为现代战争中总统被第一时间抓走的唯一例子，他的拉胯程度把冷战后美国所有的敌人都比了下去。无论塔利班、阿富汗，还是萨达姆的伊拉克、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甚至更早的诺列加的巴拿马，都是抵挡了一阵子的。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连续对吧，在2个评论里面都发出这样的疑问。他这个疑问呢，实际上在30年前，央视一个著名评论员张将军呢，在这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世纪之问啊，诛心之问。什么疑问呢？就说那么强大的共和国卫队去哪儿了？你看那个疑问和30年以后胡锡进老师这个疑问不是一模一样的吗？胡锡进老师就是现在就是想不明白，国土面积这么大，这么多人，常备军20多万，部队去哪儿了？也就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一直闹不明白？就是30年了，这个问题他还没整明白。可见啊，世界是草台班子，就是没有人真正的用心去总结。30年来问的都是一个问题，说人去哪儿了，军队去哪儿了？他从来不问一问，对吧？民心在哪儿？失去了民心，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啊！胡锡进老师应该去年也会问，对吧？巴沙尔的军队去哪儿了？这个朱拉尼亚就带着几千人是吧？骑着摩托车，扛着那个什么冲锋枪，就直奔首都大马士革。巴沙尔手下的几十万正规军去哪儿了呢？沿途没有任何抵抗。胡锡进老师也是很奇怪，很纳闷。如果胡锡进老师再往前倒，对吧？倒个300年，他应该还有疑问，对吧？为什么这个大明啊有上亿的人口，而这个满人对吧才10几万人，为什么能够入主中原？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民心所向啊。你看胡锡进老师他一直困扰在这个问题里面啊，然后或者胡锡进老师和他的同辈对吧，和他的同行，他们几百年来对吧，上千年来都是困惑在这个里面。胡锡进老师说啊，马杜罗到底是什么人另说，但他无疑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政治笑柄。政治笑柄呢多了去了，对吧？刚才胡锡进老师列的那几位，那都是政治笑柄，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在台上的，难道不是政治笑柄吗？恐怕到时候啊，笑也笑不出来了。所以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这个整篇的评论里面絮絮叨叨啊，仿佛都在表示理解不了这个马杜罗倒台太快。在老胡看来，马杜罗垮台的太快，直接被美军抓走了，其表现过于不堪，这有可能影响世界舆论对委内瑞拉的同情和对美国入侵的谴责强度。你看谁谴责他？叫正义联盟在谴责美国，对吧？这个也就是马杜罗的那些国际小朋友或者好朋友啊，他们在谴责。如果马杜罗组织起委内瑞拉的抵抗，国际舆论有可能形成抵制美国人入侵行动的更大意愿和动力。也就是胡锡进老师啊，埋怨这个马杜罗你没反抗，马杜罗怎么反抗，对吧？全国总动员也动员了，对吧？这个天天军事演习，俄罗斯的武器也买了，对吧？还有某些国家的雷达他也买了，然后国外的这顾问，对吧？也请了瓦格纳，还要怎么反抗？人家是在梦中，对吧？在床上被人拖起来，你说他怎么反抗？准备马杜罗要跟这个三角洲部队的战士要扭打在一起吗？不是马杜罗不反抗，也不是他不想反抗，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反抗。然后胡锡进老师啊，这个对大国的反应呢，进行了一个评论，什么深表震惊，强烈谴责。好了，谴责啊，美国的，反正就那么几个国家啊，也就是战队啊，大家也看见了，对吧？谁跟谁是一波的。实际上我理解的谴责的阵营本来还应该有这个巴沙尔，对吧？本来还应该有这个萨达姆，那是早
少了啊。谴责的阵营本来应该还有哈马斯，谴责的阵营本来还有这个胡塞武装，应该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哈马斯他恐怕现在正在是逃命吧，确实也没时间发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他倒是发声了啊，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总书记卡西姆他说啊，呼吁加强黎巴嫩政府军的武装程度，使其拥有能够抵抗以色列侵略的能力，并确保黎巴嫩的政府公务员获得公正待遇。什么意思啊？就不要欠薪，要给他们发工资，才有人愿意好好干活。你看，也就是说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书记啊，叫纳伊姆卡西姆啊，他已经回过味儿来了。你好歹给你这个体系里面的人工资要发出来，你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让人家替你保命。那个大明到了晚期，是不是啊？那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你还指望他们打胜仗？好了，胡锡进老师啊，从刚开始的震惊、不信，到后来的愤怒，到现在啊，他回过味儿来了。今天啊，这上午发了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就更有意思了啊。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美国突然入侵委内瑞拉并掳走马杜罗，简中网上立刻又像以往特殊时刻一样出现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中国又少了一个老朋友，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好几百亿投资又打水漂了，云云。咱们说胡锡进老师啊，少了一个老朋友，中国少了一个老朋友，这个说法不准确，对吧？这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国和胡锡进老师他不是一个概念，对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胡锡进老师少了一个老朋友，中国是不会少一个老朋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胡锡进老师他也没说错，但是他想表达的实际上是错误的，他概念搞错了，对吧？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注意，不要说中国又少了一个老朋友，中国的老朋友不会少，对吧？你只要中国坚持文明，坚持正义，190多个国家都是你朋友，对吧？这中国不等于胡锡进，要记住了。所以基于胡锡进老师把这个概念搞混淆了，所以他下面说的啊就有点乱了。他说的又是对的啊，但是我想跟他的表达这就是恰恰相反，他想的是东，但说出来是西，因为他把概念搞混淆了嘛。老胡要说委内瑞拉无论怎么变，大概率仍将是中国的朋友，只要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朋友与合作者就一定会越来越多，与中国为敌，做中国的对手越来越非正常国家的选项，只有畸形古怪的政府才会那样做。如果委内瑞拉越来越文明，对吧？是真正的委内瑞拉老百姓叫什么当家做主啊，是这个民主，标明他这已经进入文明行列。按特朗普说的，就是回归到文明世界。文明世界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跟你为敌呢？对吧？他有石油，你有这么大的市场，你需要石油，你本来天然的是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如果委内瑞拉文明了，意味着就跟你是敌人，那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胡锡进说啊，南美没有任何稍微有点规模的正经国家有理由同中国搞僵甚至结仇，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对所有中国南美邦交国的国家利益加分项。他后面写了一大堆啊。目前委内瑞拉尤其不属于那样的极端情况，委内瑞拉总统被抓走了，但目前的法律秩序仍在延续，未来局势如何过渡，是否会发生完全意义上的政权更迭，甚至法律秩序的崩溃，尚有待观察。你看啊，就胡锡进老师还是希望委内瑞拉人民要过以前那种日子，但是委内瑞拉人民他已经不答应了，大家可以看视频啊。Años esperando esta pronta libertad, que todavía, bueno, pero por lo menos estamos saliendo de una de las peores ratas de Venezuela. Gracias al gobierno de Trump por esta libertad que nos está brindando. De alguna manera se convierte junto a Edmundo González y a María Corina Machado en los libertadores de Venezuela. Esto es algo que no sé cómo explicarlo, o sea, es una emoción.
这就是委内瑞拉老百姓啊，他们走上街头，从表情看，好像不像是在痛斥美帝啊抓走了他们的总统，那更像是庆祝啊。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呢，科顿啊说啊，马杜罗将因其对我国公民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法律制裁。然后他又说啊，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继续贩毒，并与伊朗和古巴等敌对国家勾结，还是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行事，重返文明世界。我敦促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现在委内瑞拉那个副总统那个女的是吧，已经这个宣布啊，她就职，并且说啊，委内瑞拉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殖民地。胡锦老师接着说啊，他说，另外有人声称中国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倒下，接下来倒霉就轮到中国自己了，而且将没有人帮。这个胡锦老师还是把它概念混淆啊，真是太可笑了。美国不敢动中国，什么时候？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友好的中小国家以及伙伴，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构成了中国不怒自威的强大基础。中国基本外交战略是与所有国家友好合作，同时结伴不结盟。中国自身的强大综合实力形成了对外部不友好势力的可靠战略威慑。胡锦老师说啊，他说中国不是去世界各地招惹是非，建立霸权网络，那样的话，我们目前的综合力量的确远远不够，但是中国走和平崛起路线，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中国有足够能力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与安全。我们遭到致命打击而没有盟友帮忙的情况，是类似杞人忧天的狂想。在国际政治江湖中经常干坏事的霸权力量，现在倒是更担心中国别搞了他们那一套，届时他们既无理又无力实施反对。其实按理来说啊，委内瑞拉他这个总统被人抓走，对吧？那个总统啊，美西方是不认的，尤其是美国的吧，一再强调他们不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总统，认为他是非法的。也就是说啊，美国把这么一个他们认为非法总统给抓走了，按照老胡的意思，对吧？为什么非要站到跟美国对立面呢？有什么意思呢？胡锦老师说啊，他说老胡觉得还是有少数国人自身对国家发展路线不认同，或者极度不自信。桂美看见美国对委内瑞拉轰动性的干了这一票，他们对美膜拜又发作了。这个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啊，发作不发作不重要，谁害怕谁心里有数，对吧？把白的说成黑的，指鹿为马呀。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的话，那迟早，对吧，也是跟人家一样。就是胡锦老师啊，他迷信那个军队，迷信这个暴力能够保护自己。恰恰相反啊，暴力武装它保护不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只能是民心，对吧？是老百姓愿意保护你。你有了民心，美国想渗透它也渗透不了啊。胡锦说啊，这是挺没出息的表现，但又不能不说挺美桂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并处于抽丝，对少数不时有阴阳怪气的表现，让我们用更加强大的集体信念去覆盖超越他们，就是用意念啊，叫集体信念嘛，去覆盖超越，用意念。看了胡锡进老师啊这么多评论，我感觉胡锡进老师从他年轻的时候，对吧，跑这个伊拉克战争嘛，他不是《环球时报》还发了萨达姆为什么不惊慌，对吧？萨达姆为什么不害怕？到后来上了绞刑架，他还是不害怕。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他整个职业生涯这么长时间，他没搞明白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啊，还是没整明白。他把这个归咎为贵美、崇美、不自信，他还不知道这个萨达姆、马杜罗，对吧？这些人倒台的真正原因。巴沙尔为什么倒台啊？巴沙尔可是不是美国人出手的啊？巴沙尔倒台，巴沙尔由世界上2大国家支持，对吧？文的由这个印度，武的由世界第一的，对吧？军事强国俄罗斯支持，对吧？2大护法，那巴沙尔还是倒台，这跟人美国有关系吗？背后顶多是土耳其啊，使了点力量。你为什么就轻而易举他就垮了？就胡锡进老师他是不总结啊，胡锡进老师老朋友，对吧？又少一个，马上还要少一个，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民心。就是这些政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表面上看对内啊非常厉害，色厉内荏，感觉像那个铁桶一样非常稳固，内战内行，但是
是对外那就一触即溃，就对内对吧？他感觉这个叫色厉内荏，就是非常牢靠啊。但是，一旦外面强敌对吧？外面压力一大，他马上就现出原形，叫不堪一击。都一样啊。为什么对内看上去很强大呢？因为对吧？这牛马韭菜没招啊，对内可以有100种办法收拾你，但是一旦遇到外敌，对外面压力，他就一点招都没有了。对内那一套完全失灵。胡锡进老师啊，还在迷信武器，还在迷信这个暴力机器，这些东西对内有用。但是你对外敌，对吧？尤其是对美帝，你根本不起作用啊。所以我们最后还要纠正一下啊，重申一下，是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少了一个，不是什么中国少了一个老朋友啊，中国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